婶婆造型跳电音女神的姐姐，新潮有趣。一群热爱跳舞的客家妈妈，穿上阿婆手工缝制蓝布衫、大金裤、威武丝巾和大蒲扇，生动活泼的大婶婆惜春，让人会心一笑。我们这支舞呢，也有带到葡萄牙去演出，受到很大的欢迎。客家的服饰、客家的音乐结合舞蹈，在带头的李碧云严格要求下，获得好评价，也常受邀海外演出，增加客家文化的国际能见度。虽然说是我的团队是妈妈们，但是我致力在于客家文化的舞蹈，所以我每次出国的话，只有一个使命感，不要让我们台湾的客家人落亏了哈。不能漏气，妈妈们真的很拼，一个动作练50次以上才精准，也不能放弃。看起来很可爱，可是马力跳其实很难。对啊，要同装好是难，更走更熟了。这动作很难，越做越熟练，要通走一难，定走更熟了。我们说玩舞蹈，但其实是我们真的是很想，维持一个客家文化的原貌存在。也因此，舞蹈团以洗山坑为名。李碧云四处查访，以前在河边，现在则有些砖造池让客家妈妈洗衣服，那是团员们童年最深的记忆，也是客家妇女勤快节俭的象征。洗山坑它是一个孕育的，是我们的母亲河，洗了多少的烂被单，洗了多少的衣服。那洗山坑也是我儿时的梦想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我们很快乐。以前没能学跳舞，现在一起圆梦。好几个成员已经进阶成社区教学老师。李碧云希望吸引年轻人一起加入，更多能量让客家翩翩起舞。上课喽！亚通走一难，更走更熟络。亚通走一难，更走更熟络。谢谢宗仪老师。